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台文通讯网报》第311期。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接等我一下哦。当然，伫 YouTube 顶悬，你应该使找到袂少资料，因为迄个李工局基金会因有甲因即个台文通讯网报，我毋知是因算授权，还是寄付，还是啥，我无真确定歹势。总是有一寡网络顶悬的资讯，你应该袂讲太困难就找到啊，才对啦。啊，当然即个啥，伫咧台湾图书馆内底，因有相当的资料，通过去敲找，所以伫 YouTube 遐会使较侪资料，或者是迄个信息无效，敢会这样讲，我无确定啊。因为我伫咧迄个合作社，主要是咧 Clubhouse 即家啦，啊，所以迄个啥，伫 Clubhouse 即大家就是爱有一寡连接还是信息网，这嘛是因一直有伫咧改进遐，还是安怎讲啊？因为我感觉伊嘛真厉害咧，这尔侪年啊，拢无咧收钱，然后大家用啊真欢喜。当然，因即个创作的金流，敢有我毋知，总是好啦。我着甲有可能你会使找到的，可比讲李工局基金会因的网页，就放因的杂志，然后台湾图书馆嘛有甲因即个杂志拢上网，所以应该袂讲太困难，就找到才对啦。理论上是安尼，当然实际我毋知你会拄到什么状况，这我毋知影。所以我搁搭几条啊，即个合作学台语的一寡方法上，其实坦白讲，安尼嘛，过了年啊，我等下这搭这迄个好个安怎，我毋知，总是迄个啥，嘛敢若哪打哪细了嘛是安那。当然你若去看，你会使找到啦。啊，当然，上无就是转台语的啦。我是真罕咧会咧讲因的中国话，所以讲参考。然后我搁加放几条，啊，即个有哪有？还是我倒看到有请一个扫袂去，无水库啦，所以我觉得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吼。气暖，拢听，我看搁搭讯两条，看卖啊。即项应该是安尼，对。所以可能你就会使去迄个台湾图书馆，伊的网页是有甲伊每一期的文章拢放起。啊，若是李工局因家己的网页，我嘛毋知啥物原因，为怎样因家己的杂志煞无每一篇拢上网，这我毋知影。总是拢会使网参考啊，所以我看卖啊。我就讲，都喊内拄好，时间内拄好，特别时间毋是到咱40点，做伙来遮读我册。大概即个台湾通讯网报应该使读咧真久吧。一期安尼看起来310期，敢若读算7届款。那7届就表示理论上一礼拜，进388期，可能是77期，77期等于是77礼拜，77礼拜等于是年外，啊，甚至7期是第8天嘛，所以8/7，所以可能88礼拜，差不多是安尼。不管反正我就讲，咱就来网读，啊，大家的朋友你有兴趣啦吼，我伫即个
台湾图书馆伊是一个开放的网站，你要找资料，原则上应该是拢有啦，网上课。9点进前咧，我就继续来读这个那顺遂的第3本小说，我要读完读到600几页啊。因为到后壁拢开始咧交代因遐一寡来讲，黄查某甲颜阿青的事实啊。好，来继续读落去。头壳戆车车的好子，讲伊要入去内景的风水窟，浸好较清醒。徛起身用平的拄马送门时，天师惊伊踏脱去，对我去抱伊的腰，入去内底门就未关好势，好子就甲衫裤溜掉。天师毋敢看，紧尾挖出来，有听到噼噼啪啪的水声，应该是浸甲真爽的款。大体过有5分钟，好子伫内底休。天师啊！你嘛顺线入来，甲我留较只片好。天师早就第一等一句话随开嘴应讲，连伊随入去，徛伫外口，烫甲剩内裤才送门入去。好子坐伫架椅仔头，天师衫一块菜瓜布，是菜瓜布，应该是我唔确定。菜瓜布抹地裤，起去脚只后。顶下温温愈，好子随个徛停，叫伊坐来愈行前。即声什么零头大财乌心心的，边人拢看现现，强要天师记载袂掉。佮听到好子话讲，你坐落来，换我撸你的脚趾片。两三个手就随叫天师佮徛停起来，讲要洗伊的胸坎骨，抹地裤撸落来大财遐，佮伫耳孔边讲。下身嘛爱洗哦，芳芳好。未等到天师回话，好子早就吓甲鬼要掠去，一声就甲天师的内裤溜加落来，喙压落去，哪竖双手，佮哪说，一搭仔久了后，好子徛我去天师的耳边闹讲：你甲我抱起来，咱来去棉被顶。我就讲即个开火结子袂输是迄个啥，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伊伫不离头前的故事是较侪即种啥险拗，就是我毋知要安怎讲，反正就是不离险的故事就对了啦所以。你看，伊这是一个段落，还是我要甲吹完好好伊即种敢若只差1、2页尔。我毋知咱大家朋友会看得袂来，我继续读好随讲1分钟。放落去棉被顶才1秒，高讲就举伊的宝剑，倒入去高母诚久就捌拍开过的庙门。袂输天翻地乱，阁有乘风台天的透风饼向雨安尼。两个人哪哀爸叫母，佮哪化天化地，母甲官随接地，雄雄一阵满美，哪丢哪带，才豆豆点去。两身白滴闪暗暗，凊彩捡一领薄皮夹咧，就毋知困甲第几点去有遐久枕头边的手机在弹，好子的大汉查某囝也受卡来欢呼，要转厝进前，爱会记得买一条。Nagasaki 过2个回来，讲煞就随挂转去伊这，歹势我停咧遮。伊讲，咱中文是拢讲个做啥？什么长崎蛋糕？要毋过迄个物件其实完全嘛无掺卵咱遮是有会讲迄个什么蜂蜜蛋糕。要毋过我所知，迄个就是。伊就是卡斯蒂拉，伊的日语就是卡斯蒂拉，结果是什么原因变成啥？Nagasaki 长崎，长崎 Nagasaki， 所以有当阵当然，迄个啥，接受者，这日本传来物件嘛，传来了后，咱遮安怎去号迄个名？有可能初入来的人去问讲，这倒位来？
Nagasaki 来，食到敢若过2个安尼，我就甲叫做长崎蛋糕，可能是安尼生。所以即个物件变成讲，欢伫外围的所在去到外围的所在来到本地了后，你要安怎甲号名是本地人的迄个啥？摘掉还是权利嘛？别人要安怎去号名？记载人吧，因为伫迄所在，有一个就咧飞机顶悬拄着日本人嘛，我就甲问，就讲迄个卡斯特拉，所以卡斯特拉，咱这是拢中文改叫做长崎蛋糕，所以改变做 Nagasaki。好啦，我直听就好啊。好来，顺利叫你嘛来啊吼，咱就来读这个310期。310期，因为我就讲，上头前是几首啊诗嘛，当然上方面是。算丹武定的作品所以可能我念咪读迄个迄个作品的算说明吧然后后壁的诗句是毋是由即个顺序来甲读起迄个像有若先读即个算第一页即个海底花园黄静辉所写的。然后志愿读第2页的报复，洪景田所写的。然后一首歌，当然一首歌伊只是敢若歌词，你若有兴趣，应该会使扫迄个QR code 嘛，所以是毋是准直班咱读念？然后第4页迄个台湾合照，岛国交响即个是毋是玉林甲客罗这帮咱轮流读，伊讲读一页呢？好无？伊即个诗的部分应该袂讲太长安尼啦吼。当然你若拄到啥物状况困难无方便，还得安心自在。我先来读念即个311期的封面，伊就是咧你若有看到伊个封面，就看到色水敢若主色水是红色的，毋过伊有一个杯仔伫遐。其实在过去我是较安尼斟酌去甲看还得开始读这了，咱就。有用台语写、台文写，咱就来甲读念起安尼。伊讲这是一杯水的诱惑，是超越生理的极限，超越心理的极限。迄个生理是 physical 嘛，当然physical 这个词写做台文，甲迄个 business 的生理是同字的，只是伊有两种无完全差不多完全无共款的意思嘛，所以讲。伊分做3个：超越生理的极限，超越心理的极限，超越人性的极限。人无论啥款的口径，恁写就甲我的手扭去当指模，手印我拢认政治人员捌甲政治受难前辈张尚美女士夸口，有18般武艺的星球本领，其实毋若18般武艺，因无人性的程度，互人无法度相信。张女士的翁婿嘛是政治受难者欧阳建华先生，捌画10外百星球图。这个咧画作受到欧阳前辈的启发，因为陈武定伊嘛是政治受难者，所以伫咧白色恐怖时代，中国国民党真正是夭寿骨，夭寿甲死无人的，所以变成讲台湾人对过去这段历史的认捌也无够济吼。认捌的人无够多，认捌的程度嘛无够深，所以有一个戏出台湾笔合，等于是甲1950年代到1975年，迄个蒋介石死去，然后特赦一寡政治受难者的事件就对啊。所以去年是毋是去年出大梦大梦这出电影有去看过迄个节目，我是有去看当然。我无经历过迄个时段的日子，不过我有去看过遐有会人就讲，迄电影所演的只不过现实的1%就无啦，所以因咧中国国民党伫处理这种甲因无共意见的人，迄种粗残的手段是真正是夭寿到死无人比的就对啦。所以当咱知捌较侪这种代志的时阵，竟然阁会去怀疑，我就感觉迄真正是。无情无义无悔无目屎的啦，差不多是安尼先。
这幅图，这算我会记得敢是油画啊，啥物画？有当时是用雕刻的。伊的简介是：陈武伫1949年出世，屏东县万兰乡家族村的人。1969年对台湾师专美劳组毕业。伫海军做兵的时阵，成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伫台东、台湾加甲坐甲2冬，出国了补做兵，恢复美劳的教职。2004年对新营国小退休，全力投入人权为作甲目标的创作。2007年出版《梦回太原游画集》，2008年出版《虚拟巨恶游画集》，2019年出版《风中的名字山游画集》，2011年出版《判决书游画集》，2012年出版《消失的家人绕以夜星球一套3册的游画集》，2014年设计制作《太原事件纪念碑》，2017年出版《那一场雪》游画木雕作品集。伊用艺术创作来表现对人权的关心、对公义的追求、甲对暴政的控诉。所以，以现代人来讲啦，吼，遐个用佛教的角度，淡仔咧讲解放下安怎安怎，我个人是认为讲，淡仔咧讲解放下，迄是假佛教。照你讲。咱社会，咱台湾是有法律的社会嘛？你该什么安怎做就安怎做嘛。当然，针对白色恐怖遐个时代，目前也无甲一部正常法律会去处理遐个嘛。也毋过，徛伫咧人性、徛伫咧人权的角度，至少咱爱先甲真相听出来嘛。啊，真相知影了，咱要安怎处理，迄是后壁的代志嘛。所以转型正义伫台湾还未做甲透，甚至想要做的时阵。遐假鬼假怪拗烂的中国国民党的相关的人，就是真正杀了袂母的安尼是啊。所以这种物件，这可能嘛是正说我要继续伫遮读台语文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当然，这拢是我创出来嘛，是咱过去的前辈老岁老倌，甚至失去性命才有通好留下这个作品嘛。所以大概是安尼先啦吼。这是陈武定的这个优画集嘛呢。好，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也是要直接来读安尼，安心自在。啊，过来编辑式的话，伫咧第一页即大家啦，我读完即个编辑式了，才对照我所讲的迄个顺序，咱就来甲读落去安尼。好，2月21日是国际母语日，是一个为着保护全世界语言卖互消失的日子。语言若要永远流传，定着需要文字来记录。本杂志长期以来坚持用台语文字发行。伫本土语言即区山残野境，就是希望用咱的语言创作的文学会当豆豆成长。即个月杂志，咱看到几来少年人伫台语写作班上课了，对台语文有搁较深的认捌，体会到讲台语嘛，着爱写台文的重要性。台语歌册甲囡仔歌广告的美感，台北城市发展初探。美丽的大羔羊是透过语言的视角来定个熟悉咱的文化、咱的土地，总是有人野种，也着有人落肥，有人写，也着有人读。望大家继续支持台语文的创作，才通有大收的好年人。这有叫啥大拍马吼，所以望会使大拍马啦。来，3年来啊，3年两面是毋才对咧客路后壁，伊。对只是安排到迄个第4、第5页啊，所以客路你若对着，两米内时间会付第6页啊，差声、轻声才有即个3年读啊。随时有啥物想法、看法要提出来，大家分享交流，免说免客气，莫过去就听我讲啊。好来，有哪，互你先读海底花园。海底花园，黄静辉。像花毋是花，像树毋是树，是虫毋正虫。我是海底花园的工程师宣娥，敢是？宣娥啊，对 ，SOAN 嘛，还是 SUAN 嘿。毋管是像一头遮尔红的海扇，也是像东西遐尔白的白叶。对阮来讲，拢亲像倒顶年柑安尼简单啦。阮的花园有偌水，
你敢知？楼顶的鱼仔小姐，楼骹的虾仔先生，一入厝就毋甘走。即马连先生嘛想要斗阵来遮住。好，感谢啊！我毋知各位朋友安尼听过了后，敢有啥物想法看法？海底花园对无？因为海底进前顶一期内底有一个讲，迄嘛算啥物？嘛是敢若啥物台语册地的迄个做演讲还是啥物货嘛？就咧讲啥物海底有啥物嘛吼？啊，当然目前咱就是分做有生命，就是动物甲食物嘛。当然搁较幼路有啥物原生动物，啊，搁啥物方甲吼，迄是叫做啥？中文叫做菌菇类吼。台语会安怎讲？香菇、梦里迄种的嘛。啊，香菇、梦里这毋是动物嘛，毋是食物，伊是另外一种完全和动物、食物无相关的生命形态。啊，只是在过去，咱可能拢敢若读动物、食物、矿物，毋过你若知摆较深的时阵，伊有生命，敢若分做5种，我印象中敢若5种。啊，不管海底即个部分，就是有食物嘛，有动物嘛，毋过就讲啊，像花毋是花啊，像树毋是树啊，所以海底的世界对咱台湾人来讲，照理讲，咱应该认捌足侪才对，毋过就是过去的教育啊，搁迄个啥政策嘛，因为因中国国民党就是袂愿互台湾人挖海嘛，惊人逃走去嘛，所以这是一个真无正常的管理方式安尼，一直到前几年啊嘛，是毋是？苏贞昌做院长的时阵，才讲啥？迄个说啥？开放山林吼，还是开放山林向海地界，就是甲遮的山林海还互咱的一般的人嘛，你想要挖就挖啊。所以变成讲，咱应该会使有较开阔的视野，还是角度，或者是资源吧。我是安尼想。啊，即个描述就咧，当然是讲3拍简单啊讲尔啦吼。啊，就旋螺，啊，然后讲旋螺了创啥？咱讲简单啥来啥？伊迄个海线甲白日，应该就是一种啥？我毋知各位朋友敢知影？伫花莲，即我说，可能花莲较济吧，伊就甲迄个旋螺摕来雕刻。啊，当然听讲有一大部分拢毋是台湾附近产的，敢若拢讲中国啊倒位吧。因为伫咧2008年到2016年的时阵，有不了济中国来遐游客嘛，来到台湾买遮的，或者啥，敢若宝石吼，就讲迄个旋螺的宝石，伊毋是鱼仔，伊毋是旋石，伊是海底迄种的，或者旋螺。因为旋螺即种动物真奇妙，就是挖咧的时阵袂输哪草啊，还是哪啥，软个就烧就对啦。啊，毋过若死去了，伊的迄个身躯就变啥？伊讲啊钙化嘛，因为敢若有迄个碳酸钙啊啥，我袂记啥，反正就变甜的就对啊。啊，因逐种的旋螺糖，伊的迄个体质啊，佮伊迄个成分是无共的，所以有的是安尼红红红，有的是白白白。较常看到的可能，尤其伫台湾含中国，较城人大概拢是红色的啦。我印象中是安尼。啊，所以即个变成讲会去写迄个海底一部分的迄个啥，看法安尼。只是最后2句，一入厝就毋甘走。即马连新鲜嘛要来，连新鲜嘛想要斗阵来遮住。我毋知伊遮咧讲啥？你讲鱼啊、虾啊、遐旋螺这，可能佫会使理解。我毋知最后2句，咱台顶个朋友敢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伊伫恒春乡垦丁遐，敢若是每一年咱人10月15，还是8月15，我袂记10月15、8月15，因就会大出放迄个旋螺卵。啊，就是公个母的拢会放嘛，母的放母的嘛，
工咧放工诶嘛，啊，迄个放出来物件对海流小冲击啊啥，就有可能怎会结合起来嘛，啊，结合起来了，才看掉伫啥物所在定伫遐嘛，所以迄个旋螺就是靠即种方式去成长诶嘛。迄个 Australia 遐，迄个做啥物 roof， 我记得歹势伊诶名，当然中文即摆是改翻译做啥物大堡礁哦，吼啊，伊迄个英文是啥物？伊的迄个一坑，还是一个圆圆安尼，一个足大个，迄敢若嘛几公里吧，我袂记起来。反正就是伫澳洲遐，因即个是算保育甲足好诶，所以台湾针对四周围诶即种保育保护诶做法是有渐渐较好啦。啊，这是一定爱啦，只是有当阵啊实际所拄诶就真歹讲哩。好，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后一篇，迄个志愿帮咱读，会使袂？普通吼。我开始哦。好来，互你读。报复红银参，姑娘仔伫泡泡内底啉酒，共伊阿兄斗讲，伊个查甫人佫倒转来，当伊来找伊个时阵，啊你要安怎来排比？姑娘仔望先参伊斗阵一站嘛，才甲迄到车恁斗，安尼好无？安尼毋好。姑娘仔讲，甲丢关价莫插伊，安尼好无？安尼无通。姑娘仔讲，我已经有新的爱人仔咯，安尼好无？安尼嘛无妥当。姑娘仔佫再讲，无几好势来去甲伊约会，半路仔才甲放阮鸟，安尼好无？安尼无适当。姑娘仔买手仔佫讲，无叫伊互人一顿仔粗饱，安尼好无？安尼佫较袂，安尼佫较袂使。姑娘一直用尽法度，想甲一粒头壳摸咧洗，讲伊的确要报复，也毋过伊醉啊，规个耳孔鬼啊叽叽叫，阿兄看去拍目啊，目睭皮夹着目屎，就轻声细细甲款囥。你想要报复，也袂有赢面的时阵，你就已经受伤啊，已经输啊啦，因带你也佫放袂落。哇，这是咧，可能咧迄个啥，想要扯无在了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朋友安尼对咧听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有一个所在啦，嘿，你讲。粉正是毋是有别款的别称，就是叫做蛤仔？是啊，甚至你若去找台语找啊，你拍粉鸟这两字去找，啊是讲哦，你用蛤仔吼鸽子这个名词 pigeon 嘛，去找台语找，你个再找到另外一个或者啥鸡啊，啊，所以 pigeon 这种动物，伊安尼定义就是至少有三种讲法嘛，就是咱大部分咧讲的粉鸟嘛，啊，蛤仔嘛有人讲嘛，吼，啊，鸡啊，吼三种。第一篇内底啊，正手边迄个第二刷啦，吼，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听过安尼讲，伊讲姑娘啊，买手啊，佮讲无叫人互伊一顿粗饱。咱台顶朋友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叫人互伊一顿粗饱。我看到即两工仔迄个送陈英兴医师吼，陈英兴医师互提名，看会使做监察院的院长无？
你去 Wikipedia 找啊，就讲伊较早伫做省的局长的时阵，卫生局局长的款，高雄市遐，讲因为无要接受人家伊，算啥？关说咱台语要安怎讲？敲代志吼，无有人敲的对啊，无有人敲，敢若转去互人看报的，还是安怎？你讲就是伊 Wikipedia 用中文去写，就敢若写讲被殴打啦。啊，若以台语人来讲，就是讲看报的嘛。啊，你看报的，就是甲即马这共款啊。无叫人互伊一顿粗饱。我毋知咱台顶朋友知也是毋知，或者是有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我毋知志源敢知影即个，就是放婚教，迄种开的啥？毋是你伫咧，当然我无去查过，我毋知影啦。就讲，有一寡词，可比讲的，拍盲，我嘛是讲拍盲即个讲法，因为足侪台语的遐个讲法当中啊，你无迄个环境的时阵，就真歹个流传落去啊！我找台语今仔日无法度用啊，安尼就无法度啊，吼！叫人互伊一顿粗饱嘛，看报的啊是安那，佫有啥？大概即几种讲法吧，啊佫有啥？啊拍网就啉甲马西啊，你啊毋知人啊。拍网我想讲是模灰，因为以前阮顶时讲拍网，就是讲迄人就是伫魔鬼。迄个拍网甲魔灰，也毋过伊嘴啊，规个耳孔鬼啊叽叽叫，啊影看伊拍网啊，目睭鼻甘着目屎，所以敢是迄个噪音啊，毋知人去。我印象中这嘛敢若甲啉水是相款的吧，啊是我记毋着去。可能因为死的部分当中啊，我较读无出来。嘛有可能我记毋着啊，嘛有可能是我记毋着。阿丹背起来无？你爱查，伊嘛是像你讲的模糊的意思呢。我查袂着，有讲啉啊水茫茫的无诶。模糊嘛，拍网，无水啊，无啉水的迄种的哦。拍网。爱查是讲无这意思。啊，遐看见伊拍网啊，看见伊拍网啊，即个若讲模糊啊，目睭鼻甘目屎，我感觉敢若斗敢若较袂。我的理感是敢若斗无啥会起来。啊，你若啉水啊，你啊有当阵啊，酒一啉落去，想着伤心的代志，还是想着过去毋捌代志，还是安怎的过去，可能迄个情绪一个来，就真正目屎甘目鼻啊。啊，你若模糊，我感觉甲目屎甘目鼻即两个情绪，敢若较歹有直接的连接。我毋敢讲完全无啦，啊，毋过毋知咧，这有当中就是对诗的创作来讲，是毋是种跳跃式啊？是安怎？我无确定。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伊就是拢做一句，就是安尼毋好，安尼无通，安尼嘛无妥当，安尼嘛无适当，安尼佫较袂使。伊是咧教，伊这是咧练习迄个啥好定词哟。毋好无通无妥当无适当，吼袂使。其实最后已经输啊啦，音段你还佫放袂落伊，吼，就是是毋是用感情，还是安怎毋知？想要甲伊啥一刀两断，啊，总是拢无法度找，无法度决心安尼直接找互转安尼。这个诗我感觉写较好是温柔调哟，还是温柔调？调，我是读调我顶摆讲温，因为有一个叫什么苏的医生，伊是大出名人，啊，伊会晓台语，毋过可能是台湾人，啊，伤久袂晓讲，伊就是咱理论讲的伊的名会先失落去，伊就一直用中文讲温柔调，
名，我用台语讲，我想讲我有讲叮当去，我定定听妈咪讲，弟弟头壳内底，阮刘娇伊是真正会晓写诗，伊的技巧。伊的技巧就是会互人感觉讲，这就是诗，一直转啦，上顶搁转，一直上。好，感谢三里甲咱分享，所以就敢若拄则迄个第一页的编辑式的话嘛，就讲因为一寡人的作品，就是因为已经上课嘛，就讲台语读写班上完了，就是表达嘛，无一定是表现啦，就讲进前你读迄个台湾通讯台湾通讯嘛是安尼死嘛，1991年，因伫美国的遐个台美人感觉讲袂使甲台语放袂记住，所以就要学台语，学台语学咧，就讲嘛，一个正常的语言是听讲读写拢会晓听讲读写拢会晓，最后写了要互谁看？你总无可能甲伊当做你家己的日记，讲写当业你的日记铺内底嘛，无啊，就是摕出来大家互相欣赏嘛，还是讲若有够熟悉的时阵，就是摕出来互相闹开求进步嘛。所以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达嘛。当然，我伫即搭遮就敢若针对咱伫读甲讲的尔，若要写的部分，可能是各自发挥，还是各自去努力安尼啊。当然，若准讲你有兴趣要甲你写的作品摕来遮，互大家欣赏，我感觉这嘛是真好啊。就敢若进前咱伫咧读迄个啥，有嘛有甲温玉桥迄本《日晷闪逝》的诗摕出来读念，然后一读念落去了，当然就一寡朋友会有一寡想法嘛。我就讲，上简单的就是你看到伊用的字词字句，倒位无够好，你有想到搁较好的，你甲改过，迄句就正做你的啊。甚至规篇内底诗的部分，你甲改3、5个字词，就等于嘛是互做你的练习的作品嘛。无一定会使摕去发表，因为摕去发表嘛怪怪啊。你讲你或者是你题目讲读某美人的诗，还是读某一首诗有感，你就甲写出来，安尼可能会使。若无一首诗可能20字、50字，你内底改10字、5个词，还是8个词，你当做你的作品摕去发表，安尼怪怪。除非你讲足明的。安尼可能人要接受，无爱接受，就有通判断嘛。不过你若敢若改几个词，讲这完全拢是你的作品的时阵，至少我个人感觉怪怪啊。第一练习是会使嘛，因为咱伫学外文的时阵，毋是有一种做啥替换嘛，就讲无解意思去换一个词嘛，对无？咱读册内底有足侪词的嘛，你会使做这种练习嘛，因为就讲嘛。咱每一个人会读册内底迄个词频是无共款的，有人就爱用真厚，有人较爱用足厚，有的人是真会讲出来真厚，所以真厚、足厚，我的感觉是拢共款啦，拢足厚的啊，拢真厚啊，拢介厚啊，厚到飞上天啊。不过每一个人的词频是无共款的啊。我想要讲，就是讲进前有影迄个陈鸿辉。伊一个安怎练习？迄个学生其实台语拢无啥会晓什么毋过伊就有讲甲即个陈美玲的诗改写台语拢无做好，阮同学大家拢无做好，有一个改甲老师足满意的咧。我想讲，奇怪，咧看起来无安怎伊有甲伊投稿，就是台文广播。所以这有影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就是改写诗安尼嘿。我是毋知伊是安怎改甲大家欢喜甲伊摕去投稿。我家己是摕较我较看我较应该是真好以上。好，感谢三里甲咱分享。所以温玉桥对这种文字的掌握嘛，算有得到相对较少年的人的喜爱嘛，伊敢要第几刷啦？迄嘛第几刷我毋知影，伊足久无去看，毋知影。总是算袂歹就对啦。好，安尼，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看？志源请讲。我头拄咧读一段时阵，有写着啥物车领导，我迄阵头壳内脑海中间浮出一个字，叫做敲盘。
虽然这两个事无啥干系，就是无啥关系，啊，毋知大家人有捌听讲过，就是我讲这例句是，毋通去超盘咯，就决定赶紧决定好势，看要去倒位停。车盘还是超盘？超盘 ，OK。我是无安尼讲，啊，毋过大概有法度，因为着车也是盘嘛，就是一直搁淡仔咧花，也是搁淡仔咧，无度做一个决定安尼啊。啊，当然即个红景电伊咧写的，则是讲结到车链道嘛。啊，我听到是结到车本道啊。反正迄个车本道好，车链道好，其实我感觉无一定有实际意义，伊只是要表达头前的结到尔尔。啊，结到就是甲伊解决单调啦，还是甲伊踢掉啦，还是甲伊排除啦，还是无爱啊啦，对无？所以就是讲，对无？迄段就讲，姑娘讲先参伊斗阵一阵仔，才甲结到车链道，安尼好，对，就是讲假意嘛，假意甲伊讲继续好，啊，毋过实际上是要找时机，要甲扯嘛，啊，所以迄个扯就是结到车链道，伊写是写车链道嘛，我较常听到是车本道啊，我伫车本道这个词，我记得敢若是毋是到底有修，我袂记起来。总是我敢若嘛捌伫咧什么所在捌看到过，我袂记起来。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车轮道甲车本道吼，我感觉这是有一寡地方的讲法啦，拢有人讲。我以前其实我嘛是车本道的，啊，但是结到车本道，但是有的所在是讲车轮道，因为以前阮的头家就讲车轮道，拄仔即员讲迄个车盘、超盘吼，就是其实共款即个意思啦，车轮道啊，甲安怎，就是车本道，我感觉就是共款伊即个用法，所以超盘、车盘，就是讲你遐车盘饼，莫搁伫遐咧。莫搁伫遐敲来敲去，免搁伫遐安怎议论即件代志啊？恁总是即个讲法啦。毋对。所以我认为讲这是到底有修？到底有修车盘？有修车盘，搬来搬去，换来换去，不安定的样子，反复争论，计较折腾，善以奉承的方式与人交际，好这车盘。对啊，安尼就对啊，嘿，安尼即员讲。啊，所以就是，就是讲。迄个车的迄字啊，就是爱挑手旁一台车嘛，对无？只要有车的即个词，其实有足侪拢足活的，对无？车链道甲车本道，字面意义拢是翻跟斗、翻跟头，吼啊，当然，伊延伸出来就是可能淡仔车跋柄嘛，啊，车跋柄嘛是有啊，翻转打滚，比喻反复折腾或奔波劳累，翻来覆去，不断的改变。另外，遮只要有车的字词，什么爬链道、爬车轮、车链道、车柄，车柄当然另外一个车本道、车跋柄、车盘，大概就是拢有一个，因为迄个车字就差不多有迄核心的意思嘛。啊，当然伊组合出无共的词的时阵，伊可能就用车做中心，还是做核心，然后佮延伸去别的意思安尼。所以，有当阵拄着一寡字词，咱去看，到底有无，或者是找台语有无，大概就会使互咱一寡共款无共款的想法，因为纯粹敢若靠口语安尼咧讲，然后读壳内底物件要甲悟出来。若种我读壳内底无这个词，什么春车、车厝、车道，你若无这个词，你要悟会出来，就无个物件嘛。啊，要安怎有，就是可能加读过，甚至我就讲嘛，咱的教典算。资料袂少啊，吼，会使罔找罔现罔看好，感谢恁敢若分享吼。我伫迄个车字，我敢若拍一个车字，伊就高一字有啥物货，有啥物事诶，伊敢嘛咧120个款吧，大概是安尼。啊，我感觉我要讲就是讲，头拄仔机关伊提出来问题，就是讲伊是讲敲盘是敲嘛，所以我认为其实是敲，只是无一定，有可能就是。我地方无共款的讲法，像咱讲敲切嘛，伊嘛是有即款的，对啊，咱需要敲切、敲盘，可能嘛是有即个意思啊，需要敲一个，你莫搁伫遐敲切的安尼。是。我感觉伊，所以我嘛认为讲敲切、敲盘，咱嘛袂使讲安尼，对。
我感觉这嘛是伊的用法。搁一个就是讲迄个酒醉的讲法啦，马西酒醉茫茫嘎嘎，戆戆，对无？拍梦，我之前甲倒一个老师上课过，老师捌讲过，讲酒醉有人讲拍梦，对，敢若较南部地区的我是虽然就拢听到有讲，我毋知是你做兵啊，细汉就听到拍梦。啊，当然，迄个梦甲梦，可能是毋是因为汉字，迄个汉字有梦甲梦的音嘛？啊，我听到是拢拍梦较济啦。啊，当然，拄则有可能是拍梦即个音转，有人联想去什物，去误会去创啥呢？啊，所以当然有可能伫流传的过程，有可能会走音嘛是啥？这我毋知。啊，所以甲恁讲，这就是啉甲醉去啊，还是啉甲要毋知人啊？迄个吼，就是有即几种讲法嘛。过来，我想要问各位朋友，你感觉醉即个定义要安怎定义？在咱口语上，当然目前咱的刑法内底，只要甲你切迄个啥，减七一酒达一吼0.15外就当做你是醉啊。因为伫你的血内底抽出来即个成分，就表示讲有可能开始要影响到你的判断啊嘛。要不过咱一般的人，咱在口语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无相款。我毋知，我想要知影咱台顶的朋友，恁感觉到什么程度的时阵，就是醉。有朋友要甲咱分享醉，什么是醉？或者是你去描述，你感觉迄个人有啥物行为、啥物动作，还是安怎的时阵，就是醉啊，对无？醉啊，醉嘛，对无？咱看到啥？一个哟，我定定听你讲偏，迄是偏嘛，就是偏。迄个伫咧吴冰峰所唱的迄首《浪流连》内底的最后嘛，吼，伊就是因迄个马子的都无名去啊嘛，无伫咧啊嘛，啊就第一可能海产淡是啥物内底，就是添2杯酒嘛，啊点2支烟嘛，就是家己一杯一支烟嘛，啊对面迄个位嘛，家己传一杯啊嘛，点1支烟嘛，啊继续当啊啉嘛，啊做啉完出来。煞了，最后含一个相对少年的，可能小小心啊，无小心去磕着嘛。啊，迄个动作就是咧骗呐，啊，当然是醉去啊嘛。啊，佫有其他的啥物状况，是你会讲伊醉啊，会无？哦，日语讲啥？不对，日语讲有得入去哦。对，迄嘎嘎是咱摕出来讲嘛。啊，你看伫安怎的时阵，你会讲伊嘎嘎，对无？啉甲嘎嘎。啊，迄个啉甲牙牙，即个牙，伊敢若无一个实体实际的状况，毋是像是讲偏嘛？志愿啥物？感觉无感觉想法无？我想着讲，啥物细汉，逐个人咧唱童谣，烧酒先行路空空颠。对啊，迄就是伊开始，迄个空空，有诶是讲空空颠、空空偏，反正就是开始。哦，所以在过去刑法还未去修改的时阵啊，有其中一个算警察伫现场判断的时阵，就讲你有法度行直线无？双脚夹直线，啊，可能爱行至少1-2公尺、2-3公尺吧。啊，毋过尾啊，因研究就是讲，迄每一个人啉酒的能力是无共款的。有个人可能已经0.25，甚至0.3、0.5，伊刚好都行直线啊，所以变成讲迄无做一个标准啊。因为酒精一旦进入迄个血管的时阵，就会开始影响大脑的判断啊。啊，当然最近较严重的是毒品，迄更较含，更较严重啊。迄酒变成等到比较起来是已经或者啥。带了我的向煞，遐尼惨啊你！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人要分享无，还是迄个准备要继续读后一篇吼？迄个歌词无讲介长的，爱有一个来，准备请讲。先来讲拍梦啦吼，较早做兵吼，若讲咧拍梦是咧点无啦，但是吼，拄啊读一
吼，你若讲我来解水吼，快过。袂下嘛，吼。所以这咱我嘛别把插入啦，所以这咱先必须。啊，本来头拄仔头前讲车嘛吼，嗯。阮有讲吼，他有讲一车盘饼吼，盘饺的盘嘛。对。以前啊，是我是读车盘饼。你有拼音就对啊。盘车的盘。哦啊，所以头仔基本讲伊是敲盘，伊是敲盘。第一个就是讲无共意，第二个讲语变，大约意思差不多，但是差不多就像。有可能，因为当到就是讲一寡语境真紧，你的迄个用字用词，无一定共款嘛。所以我就讲嘛，本质就是共一个物件，有可能无共的领域，无共的专业，甚至无共的性别，而且是无共的年龄层，又无共的讲法啦。这就是语言换条的所在嘛，甚至即两天迄个台南妹啊，毋是叫人，敢叫人恶意攻击嘛，讲什么？大水墙，对啊，迄讲什么？水按山顶尾流，经过断崖冲落来，迄个物件要安怎讲？啊，就讲本正就是，尤其台湾，迄个山的多样性，对无？地形多样性遐尼悬着。然后民族、种族的多样性遐尼悬着，遮尔侪部族，有可能看到同一个现象，又有可能无同的名称啊。所以迄是纯粹使用中文华语的人，因为因读壳内底是单一的，才会期待要求讲，所有的一切拢一定要有一个一致唯一的讲法，是因迄种莫名其妙才会即种要求嘛。顶世纪的想法就是讲。咱要有一个一致统一的语言，合齐叫做较进步嘛。啊，毋过20世纪已经26年到第8个月啊，你所知捌的时阵，你所看到的消息，你敢阁会继续相信顶世纪迄种黑白讲的话啊？迄是欺骗其他的人的嘛。而且你愈看愈侪资料，你才我就发觉着讲。相对较侪人的研究，就是讲，迄就是要维持一个多样性嘛。你愈单一的，就是愈缩小你的想象力啊。所以目前台语伫台湾，我就成做一个非常正式，甚至普遍使用的语言的部分。我就讲，这是咱爱去努力拍拼的嘛。啊，甚至即马华语就是上大的霸权嘛。啊，结果咱只是想要出头天尔，只是想要平等的地位尔，遐使用中文华语就开始靠背嘛，讲什么台语要霸权嘛。目前上大的霸权就是华语啊嘛，迄就袂输迄个什么房间内底迄只大墙吼，众人拢有感觉到当作无看的嘛，这是足莫名其妙的嘛。啊，所以我就感觉这是咱爱去努力拍拼的所在。好，感谢正定的分享，我要来读你这首无？你是首歌，你会使扫 QR code去听啦吼。你是较大声一个无？歹势，敢若伤细声个。老老实实的爱情，平平凡凡的家庭，普普通通的人生。我啉落红红的酒精，要求快乐来临。用对一片的公平，偶尔后壁面。伊是啥？一片嘛吼，一片光明嘛。伊就讲伊这是伊迄个工作内底所唱着的歌啦。啊，伊迄个
QR code 应该是因迄个时阵的迄个啥YouTube 的影片，伊应该放伫咧网络顶悬，所以伫顶一期的时阵有我想什么散步夜公园啊是安怎样？迄阵我甲伊点入去看，就是伊咧讲什么40-50岁的查甫人安怎啥，所以遮中啊这段。稳重是即个词，若甲伊他词稳重重的年龄，毋知这有当当然伊即个算铺排比吼，对无？伊用伊甲伊的他词是甲伊他做 AABB 的他词法嘛，即种他词法，即个词其实拢算较勉强当做华台共同词啦，因为。台语毋是讲无安尼讲，只是有当初你要表达的时阵，可能会有其他搁较，我个人会感觉有其他搁较适合的词吧。你讲稳重，要用台语去表达稳重这个词的时阵，你可能有其他的讲法。你表达老实有其他的讲法，平凡普通拢相款嘛。只是伫即个遮，伊可能为着要啥，甲伊偏做。歌词去普及，所以可能就是经即个相对较随看随有的啦。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人知讲宿醉单位要怎讲？进前敢若我捌查过，因为。什么假咩？什么会晓？因为伫我会记英语有说 handover， 毋过，因为我著讲有当仔一寡词吼，就是无迄个记忆点的时阵，就记袂起来呢。所以老人讲，你学一个新的物件，你可能要经过7届甚至21届。所以宿醉，知影？咱台顶朋友敢有人有去想到？真找台语敢若袂，我都找袂款。这个是会新书，所以是讲重人。醉过暝嘿，过暝醉嘛吼，过暝醉过暝。台湾山顶历史典是讲醉过暝啊。台语水讲可能伊是字幕是宿醉啦，只是我无入去听，我毋知伊内底到底是讲华语啊，讲台语。张龙教授有收一个词，伊是讲发酒痟，伊是讲发酒痟诶。当然直接读念宿醉，这是会当接受啦。就讲。除了直接甲伊读做宿醉以外，咱有其他的讲法无？拄则讲的嘛，醉过暝还是醉鬼暝？过暝醉，吼，醉鬼暝。我会记进前敢伫什么所在，捌看到过。伊的英语是 handover， 我毋知 handover 为啥是 handover， 这我无度。反正就是台湾山顶历史典是讲醉过暝，张龙教授是讲酒疯。甲发酒疯，发酒疯哦。因为一般你要讲即个状况是讲第2天起来，因为迄个酒精需要经过肝脏去分解嘛，所以你去困有当阵啊。而且一般的人啉酒，大概无可能主时一到就收担转去困啊。大概少啦，足少诶。可能嘛9成5以上，拢嘛是啉到翻点诶。然后去困，你讲困一暝，到第2天下午啊，才经过4-5点钟，到我都排解掉，化袂掉啊。凡是迄阵去抽血内底，佫有酒精诶浓度咧。你佫规身躯差不多浸伫迄个酒精内底，有诶人就开始头壳疼嘛，对无？所以迄个。有迄个啥算，迄敢会使算药啊？无一定呢，只是讲是毋是爱去西药房才买有诶，对无？讲啥物啉落去会使帮助你啥？啥物解宿醉还是啥物货嘛？
就迄即摆有咧卖，我想捌啉，我毋知影，要解酒液啊，什么货哦？伊是内底敢是啥物牛磺酸啊，啥物酸吼？就讲迄是一个啥物一种酵素，会使帮助你快速分解迄个酒精嘛。因为伊讲亚洲人，尤其台湾，敢若有不了侪人有迄种迄个啥物乙酸酯啊，我袂记得，有一个成分，就讲原住民敢若较侪即种酵素啊，所以会堪咧啉酒啊，其他诶可能就较袂堪进。可比讲有人讲酒一啉落去，面就开始红诶，规身甚至有人较严重是规身躯起荨毛诶上红疹，酒一啉落去就即个状况。所以要去关会诶时阵，迄护士拢会问讲，你会对酒精过敏袂？因为咧消毒诶时阵，就是用酒精去消毒啊。所以连皮肤就可能侵入去你诶肉身，造成你诶过敏诶反应啊。何况佮甲啉落去，迄个较免讲。当然，酒精即个物件就是透过伊迄个啥去调嘛，吼，可比讲啥物红酒、啥物酒嘛，成分无共，还是制作迄个啥结酒诶时阵，迄个基础无共，用葡萄去结诶，还是用麦仔去结诶，用米去结，用各种迄种粉浆类诶物件去结诶，安尼伊迄结出来气味、色水啥拢无相款嘛。啊，毋过所有共同就是酒精啊，大家拢会酒精啊，就是酒精互人会迷嘛。啊，所以迄个物件变成讲，咱诶人体有材料去甲伊化掉无，所以宿醉。可能至少听到、看到，目前使知的就是这两三种讲法，水过暝，还是啥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我就讲，阮无讲这问题，还是有讲起酒效。OK， 所以张龙教授是用发酒效啦，啊，所以反正就是可能酒效这个词当作是啉规暝了，第二天可能搁咧头壳痛，甚至因为每讲我问你讲醉，啥物叫做醉的定义嘛？可能每人的感受感慨，还是你观察到无共款嘛？有的人是迄个酒精的程度到，伊体内酒精到一个程度，伊就开始点去啊，甚至困去啊嘛。啊，有的人是就开始迄个啥，开始伫讲话啊，规个平常时也无讲啊侪话，酒一啉落去，毋但是调工也是安那，有的人是假酒笑嘛，对无？借酒装疯啊，对无？平常时毋敢讲诶，啊，酒一啉落去就开始撒了。喙就开始飞啊嘛，就啥都别讲啊，啊真正假无人知嘛，干来家己知尔嘛。啊当然醒来了，第二天伊会转称我当讲啥？啊真诶假无人知嘛，所以有人迄个酒一啉落去，大人拢无共款嘛，甚至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目前敢若2、3个查甫尔吼，那迄个特殊诶所在安尼，酒一吹落去，可能啥物状况可能会跳出来走出来呢。当然，咱的女性同胞去到一寡较有咧卖酒的所在的时阵，尤其啥去到迄个澳洲还是倒位吼，迄个所在一般拢有咧卖酒的啦。反正酒，互你甲吹落去，可能一寡迄个啥米滴也好，判断也好，就开始放较啉，还是放较松，还是安怎嘛？啊，就是有一寡5、6场所吼，即摆可能统一拢有做5、6场所嘛，就是无相款了嘛。啊，只是有当阵啊。毋捌试过时阵，啉啊真欢喜，第二天才头壳痛嘛，尾可能袂使安尼啉嘛。我毋知志愿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我感觉其实用我想着讲，食酒的另外一款讲法就是，真粗鲁呢，毋知通讲毋通讲。你家己看无？我讲者，我就是我讲遮例句就是，你看伊到尾了。泡2、3杯啊，就开始讲3、4句大声话啊。敢若捌听类似即种，就是甲伊讲啊少迄种的啊。啊，过来就是以早
以前米酒还未换飘的时阵，是该互做海头啊，吼啊，因为伊是16%嘛，啊，所以16%的时阵，就伫做兵的时阵，就迄个学长就讲，迄个 F16甲猜出来 ，F16甲猜出来啊，伊迄是16度啊，所以因为迄个时阵 WTO 的时，在欧洲遐，因是用迄个叫做啥蒸69，就是离厝的迄个迄边啊流血，就是搁煮过就对啊，去摕咧迄个酒。啊，毋过咱的米酒是摕来料理的。迄个时阵因选用激酒的方法，甲制造酒的方法去扣税，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捌会记得无？感觉会记得就是迄个米酒进前，尤其顶世纪，我会记迄一罐米酒，敢若无甲1斤嘛吼，敢若600cc 啊偌济，是20几箍，甚至加29箍，无甲30箍就对啊。也毋过尾啊，因为 WTO 的关系，咱遮的官员无人伫咧灶骹煮食过，毋知影米酒的用途，毋知影米酒的啥，怎去用讲因为你这是蒸馏酒，所以你爱扣关税，怎变成一罐米酒敢若100几箍，120啊偌济，所以怎有一段时间，迄米酒起到100几箍，怎有人囤米酒，囤2000罐去用还2亿啊偌济。因为法律规定嘛，所以迄个人尾也去诉冤啥嘛，共款输。当然最后是毋是真正家罚到遮尔济，我毋知影。总是搁较后壁的时阵，咱遮就有人去讲嘛。啊，这米酒也毋是摕来你栽啊，迄是咧可讲煮麻油鸡，还是煮啥？迄是欠芳用，是啥？你甲迄酒母到遮尔悬着，迄根本就无合理嘛。所以才经过详细去了解。调查详细了后，才发觉到对啊，这是咱灶骹咧用的啊。所以伫遐了后，有2种做法，就是一个是敢若转在掺盐啦，掺一寡盐，吼。啊，敢若转个甲迄个瓢啊换掉，进前的瓢是拢红色的，吼，煮色调是红色的啦，吼，米酒啊啥拢红色的。啊，尾啊就敢若甲伊改做相对较白，啊，字用有用红的，有用乌的写。啊，甚至佫强调讲，或者料理米酒。啊，当然，迄个研酒的人管他什么酒，只要莫食到会死人的，讲啥物甲醛吼，因为甲醛，因为酒精是乙醇嘛，啊，你若甲醛是会毒的啊，有毒的啊。迄有诶，有一段时间酒好价是安怎的时阵，一寡夭寿骨的生理人怎用头的啊？但迄毋是乙醇的诶。醇类的酒精，什物甲醇甚至丙醇透落去啊！伊迄对咱一般的人根本拢看袂出来啊！啊，啉的人有哪啉到到底，啉到戆青青的时阵，根本嘛毋知影到底什物物件啊，啉袂出来啊！啊，毋过啉到会死人的啊！所以要啉到腹肚底的物件，拢是违法部咧管嘛！啊，当然入去才佫分看因是要管啥物货嘛！所以酒精即个物件，爱相对较严格去管理。所以尾啊。去甲 WTO 讲了后，人嘛有接受啊，啊，所以价钱才全个降落来，变成即摆我会记诶，我无去买毋知啦，可能嘛是20-30箍偌济吧。伊迄著是，伊是摕咱栽啊，你讲红酒、白酒，迄米酒都毋是咧。我囡仔时代捌去用骗啉过啊，白滚水啊，啉落。所以嘛是足细汉的囡仔时代。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感谢，伊每一种酒的趴数无相嘛。米率是4-5%嘛，当然德国米酒敢有到8%到12%遐，吼啊，然后12%是红酒嘛，葡萄酒、红酒，是毋是12-13？啊，米酒我会记进前是16%嘛，然后你讲其他讲绍兴的、高粱的，可能对28、3几，甚至敢有迄个58的嘛，绍兴的
高粱嘛，金门高粱敢有到5倍嘛，3倍5倍，迄其实拢调出来嘛。啊，搁较悬的当然可比讲的目价吼，俄罗斯的目价敢若有到80啊外，我袂记住，甚至伫迄个队，应该嘛俄罗斯迄搭遐嘛，罗西亚有迄个什么4名之水9到8%的吼。啊，当然迄无可能直接栽啦，一定是可比讲哈威士忌，威士忌敢若50几吼，我毋知影，我袂记住，我毋是啉酒的人，所以有一寡底是敢若看过，小可知影尔。所以迄个酒其实就讲迄个啥，脑子吼，是脑子，就讲什么？讲有一工食着酒了啊，夭寿即个物件未来可能会造成一寡问题，也是状况出来安尼，是因为是恁落去搞地了，就大部分拢会戆车，也是茫毋知人安尼。所以当然啦，就讲酒即个物件是，我个人嘛认定讲，小可淡一个 OK 啦，啊，毋过有个人无法度家己控制，即个物件就较无好啊。啊，你若法度自我克服，还是自我控制，可能就是淡寡，嘛是袂歹的啊。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后壁去读袂着啊，可能在读到遮咧，准备读完即首后壁。时间差不多啊，来准备请讲。天天水天天，对，有当就是有个人，是啊，有个人就是我毋知过去捌拄着，讲是较早阮公司有人已经是酒精中毒啊，迄热天时啊穿底衣吼，手伸出来，迄血管是乌的啦。当迄个乌毋是讲亲像摕到什物。乌索索麦克笔安尼画过遐，无啦，无可能遐尼乌啦。啊，毋过你着看会出来，迄阵人讲蒲青筋吼，对无？迄蒲青筋咱看到的青筋是青嘛，伊看到是迄个接近乌，当然毋是真正乌的乌色，就是你会看会出来，伊的青筋迄色水哪会遐尼深啦？有一摆小闪身，一公尺的时阵是听是闻到迄个芳水的味啦。啊，到30公分的时阵，娘喂，规身躯全迄个臭酒味啊！啊，怎有人讲？伊太规身躯全咧臭酒味啊！我讲无啦，迄是伊的解药啦，伊无啉落去吼，伊无清醒啦。有诶人是安尼死啊，所以迄真正是，当然有当阵酒一啉落去，目前。怎讲变做新闻事件的时阵，拢是好比讲啉酒误大事嘛。啊，其实是毋是有爆出来，有出代志才会爆出来。啊，其实是毋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拢会自我控制，对无？唔好互家己惹麻烦的是安怎？当然，到最后讲一个，迄阵阮咧做兵的时阵嘛是怎啊？军官酒一啉落，有个人一啉落去就是上大啊。怎一个连长，我讲若是马个啊，过我袂记啦。反正就是阮伫朋友做兵嘛，所以迄个连长酒入进去了，就敲电话去马公司啊，叫小姐要入来嘛。啊，毋过迄个连长，迄个营区阁有一个指挥官是上校遐，我袂记啦。反正佫较大个官就对啦。吼，啊，结果是指挥官先叫小姐入去。连长较慢叫小姐，啊，所以当然有2个小姐会入去。第一个小姐入去是因营长叫的，就叫头前个连长砸落来安尼。啊，酒啉到一个程度啊，啊，经过遐时阵，当然叫卫兵砸落，卫兵砸了，当然叫连长叫入去。叫入去了后，人家讲，这是营长叫的小姐安尼。结果迄个连长无咧听啊，枪杯出来弹一枪啊！他妈的，谁跟我抢你？我毙了他！营长是咧较内底啦，啊，所以外口连长就砸落来。当然，尾也知啦，营长讲好啊，干若你有情，你才笑着我紧啊，即阴暗先让你啦。
第二天下早的时阵，我就咧阮营区看到迄个连长，什么意思？可能下早5点半就被拔接了啦。当场对连长变成联络官。伫部队内底就是长是有会使管人的，啊你若官就敢若管业务尔。连长5大师就是安尼啊。我枪摕出来背，随开一枪，他妈的谁跟我抢你们币的啊？所以有当咱这种连长5大师的代志，有当咱是家己爱尊重家己的能力安尼啊。所以唔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个我甲你做一个结论好啦。感谢。好啦，啉白水，莫啉白济啦。是。所以好大啦。是。好。感谢各位，大家平欢喜吼，毋是讲迄个啥，讲啊啉啊白济，这是假公平。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安尼读的这个台湾通讯广播第311期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有人无读到吼，歹势能力用早吼，白头前的先读念。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大家朋友向我哋顶管网读、网分享、网交流。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